一嚟到夏天咧，就我皮膚最差嘅時候，日曬雨淋，令到啲皮膚又黃又乾，而且仲要出晒色斑，再加上工作壓力大，又需要陪小朋友啦，我啲黑頭都大爆發，嗰啲毛孔咧都粗大咗超級多。最近我嘴角仲要成日出暗瘡，你睇下，化咗妝都仲見到啊！每當我皮膚出現呢啲綜合問題嘅時候，我就會用 Sip Halo。好多人以為佢只係一部微電流機，就係幫我哋下垂嘅輪廓做翻一個提升啦。但係其實喺佢嘅 App 裏邊係有好多唔同嘅療程，可以按翻我哋皮膚當日嘅狀態，利用微電流同埋納米電流解決唔同嘅問題。好似夏天成日曬，想改善暗沉仲美白護理呢，我就會開佢嘅 Tone Corrector 去均勻膚色。紫外線係膠原流失嘅最大元兇，所以呢一個 Collagen Renewal 嘅療程就簡直係我嘅最愛。特別推介俾塊面好瘦嘅女孩子。當我嗰段時間工作非常忙碌，經常捱夜，好容易出黑頭同埋暗瘡，我就會用佢專門清走一啲毒素嘅 Clear Skin 療程。唔好淨係喺出咗暗瘡之後先用，記住喺未出之前就要好好預防啦。如果你唔想諗用邊個療程，又想你嘅皮膚又白又滑脹卜卜嘅話呢，可以試下用我推薦俾大家嘅14日專屬療程，只要登記翻就會出現喺你個 Zip App 上邊噶啦。如果你都想揾一部美容儀係可以解決晒所有夏天皮膚問題，就要趁呢個時候啦，因為 Zip 做緊年中大優惠，只要用我優惠碼就會享有到8折。講個秘密俾大家聽，佢仲有半價，不妨可以囤定啲貨，啱嘅話就快啲入手啦。